弟兄姊妹平安，又過來到靈修嘅時間。今日咱所靈修嘅經文是出自於以賽亞書第43章第10節。以賽亞書第43章第10節，安尼講：耶和華講，恁是我嘅見證，是我所揀選嘅僕人。既然安尼，便會知影，並且信服我，又明白我就是耶和華。在我以前無真神，在我以後也無。這段經文先知以賽亞提醒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是上帝所揀選的在地上的見證人，替咱的上帝做見證，引帶人來到上帝面頭前，會使信服這位上帝。今日這段經文嘛提醒你甲我，咱是上帝在地上的見證人。咱所講的、所做的，要來見證這位榮耀的上帝，這位大能的上帝。透過你甲我的生命，會使看到上帝的作為，上帝如何的幫助咱行過種種的困難，上帝如何的幫助咱，安怎在困苦當中悠然的喜樂。當咱有安尼款的生命的時陣，咱會使將人帶到上帝的面頭前。互更加多人來明白這位上帝，來信服這位獨一的真神。咱如果是上帝的僕人，所揀選的僕人，所以咱來服侍上帝的子民、上帝的百姓、上帝的教會。願咱攏會使做一個忠心的僕人，好好來引帶人來到上帝面頭前，互更加多人來明白這位上帝，成為上帝的百姓。願上帝祝福大家，阿們。